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柏傲莊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咁佢有各式各樣嘅煮食工具。呢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位置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一邊放梳化啦。出邊有個陽台，可以睇到大圍嘅景觀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個睡房放完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景觀就係對住大圍嘅市景同埋山景。大啲嘅房間放咗雙人床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咁佢有對南窗，望住亦都係大圍嘅市景同埋山景。